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0月1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头一届伫双十大典发表演说。今年的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相无属于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嘛无权力代表台湾。总统嘛呼吁中国做伙维护台海和平，也希望咱国内无共党派会当团结壮大国家。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摆国庆演讲，主题是团结台湾，共圆梦想，强调中华民国主权去表达，会互台湾走向世界，伫全球经济环境当中站稳关键的地位。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2300万台湾人民。更要向全世界开枝散叶，迎向未来。规篇演讲是用看做关键字，显示6大重点。赖总统也用篇幅向中国发声，各重新表示台湾有决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也愿意甲中国共同维护区域安全，为中华人民带来福祉。我们希望中国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和台湾一起承担国际责任。对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赖总统国庆演讲当中讲到46摆台湾，10摆中华民国，上尾也是仰望朝野无分党派共同合作，强调会投资更较侪努力，促进国内团结，对外重大国家。不论喜欢称呼我们自己的国家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我们都要有共同的信念。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在很多场合，我们没有办法高举中华民国的国旗，但是一样要有骨气，要有勇气，必须让世界知道，让年轻人知道，中华民国是存在的。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呼吁应该整合台湾各种无共款的意见，担任庆祝会主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提出4句话，话声爱世界知影中华民国存在。全文当中讲到15摆中华民国，6摆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伫双十演说讲，中华民国伫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定近75年，主权无属于中国。这款讲法，互中国气甲噗噗跳，讲赖总统只是换一款出头来讲台湾独立。民族自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另来第一届双十节文告，赖清德总统甲中华民国113年伫台湾澎湖、金门、马祖75年的历史讲甲真清楚，互中国外交部起戳戳。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连接，重谈互不隶属、坚持主权等论调，变换花样贩卖台独谬论，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立场。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强调了这个落地生根这个概念，来源是各个地方很多地方的，但到了台湾之后，你又在地方生了根这就是你的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学者认为，赖总统谈话甲双十暗会讲的祖国论有接做伙，对历史甲法律来看，明确定位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两华主权互相无隶属，而且以中国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称呼对方。前总统蔡英文是较接用中国或者是北京当局，较强调统治权互相无隶属，这有明显的无同。也就是中华民国的主权是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也是独立的，这种前提之下，要两岸关系能够和缓，我看是不太容易。赖总统似乎
走向于这个中华民国的法统体系，这个跟民进党传统以来的做法有点不太一样。学者分析讲，罗总统的论述在中国看起来就是两国论，不过无真正下过红线，两岸关系短时间内无法度缓和，也未恶化。也那外国媒体报道，解放军可能在咱双十节了后进行环台湾的军演。国防部公布，对初到透早6点开始的24点钟内，侦测到27架载中国军机、9架载中国军舰继续侵略台湾，已经预告迟早中国发射火箭会通过咱的防空识别区。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届双十大典被挖5000个侨胞回来参加典礼。政治头人嘛到现场，问前总统蔡英文有到现场，亲像前总统陈水扁是让17年搁在参加双十大典。不过前总统马英九是因为批评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临时决定无爱去。军健儿，象征我陆军健儿斗志高昂。现场民众大家头拢对双十岛各个贵宾帽啊、摕手机啊、带翕精彩的表演。双十大典初10伫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盛大举行。正热情的国旗手提印台湾乌线的卡网，对比国家州内的侨胞，特别组团登来台湾，用实际行动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那有些人回来会带家属嘛，所以老公啊、小孩都会一起带回来。那主要是有这个气氛，有这个氛围，让我们会就是不会讲中文的这个第2代、第3代，趁机回来寻根之旅一下。希望国家长热未央，国泰民安。各来调野政党的要角拢受到邀请来参加，尤其是前总统陈水扁，2008年卸任了后，隔17年，搁一摆来参加双十大典。前总统蔡英文到场的时阵，先和友邦访团交流，接落来坐伫陈水扁的边仔，两个互动是真热。原定要来参加的前总统马英九，因为不满大总统的新两国论，决定无爱来，和中华民国前后4任的元首无缘合体。不过国民党的全体立委拢有来。我今天决定不去参加。因为赖清德总统主张这个新两国论，追求台独路线，严重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将把台湾2300万人民带向险境。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到总统府前，国民党立委绝对不缺席。民众党80立委嘛拢总到场，穿正义logo的服装，挂 KP 的徽章，声援红旗后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不过冲指控内政部无安排郭文哲的位，是立法院长韩国瑜送温暖才替伊留的位。庆祝会澄清讲，往年和今年拢顺利邀请各立法院党团的党主席。赖清德总统上台以后，他选择的方式是不断的创造对立、冲突，甚至利用自己手上所掌控的媒体跟司法工具，作为追杀他政治竞争者的工具。不过，枪嘛向大总统来发话，讲大选摕到40%的选票，要面对60%无信任伊的国人，团结不是发口号尔尔，都要用具体的行动来证明。记者综合报道。昨双十拢总有145个外国贵宾来参加典礼。另外，赖清德嘛款待日本国会友台团体日华困，希望咱的关系会当搁较定道。甲土瓦鲁国总理戴惠里翁某阿丘蒂希总统赖清德甲夫人伫双十国庆接受友邦圣文森、格瑞纳丁、圣卢西亚伯辽丁140个外宾庆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斯克甲大总统艾萨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平也到场展现代表情谊。参议员山东昭子。日本前参议长山东昭子率领日本国会跨党派犹太团体日华庆，有5个人来台湾，其中参议员龙火红文，阁是台湾竞赛承诺致力深化日台关系。罗总统也对请日本访问团食中道等地事时强调，代志无论面临喜事或者是天灾地变拢做伙，希望伫日本首相赵朴博的领导之下，代志前期搁较安。请代表台湾，代替台湾，跟岸田文雄首相跟他的团队表示感谢，感谢在他任内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代为祝福石破茂首相，祝福日本在石破茂首相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百业兴隆，人民幸福。これからも必ず
台湾との友情を一層深め、そして共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全体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尽力していきたい。そのような思いを新たに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针对罗总统国庆讲话，山东教主表示，罗总统为国家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日本参议员和田正总是肯定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认为美日台三方已经到爱思考防护合作阶段，应对中国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影响，天气同款会较凉。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散短暂雨，其他地区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稳定状况。过头中南部甲各山区可能有雷公雨。另外，到明仔载水气就会小可增加，这方面地区的雨水会变更较高。伫咧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各日头暗时透早低温通到22度，提醒民众爱加套一领衫。早时北部、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通到32度。气象署发布直播，昨下暗11点开始有主播会延迟54点钟遮尔久。加在台湾纬度较低，袂直接影响送电系统，但是 GPS 即寡定位服务可能会较无准。太阳的表面强烈爆发，和面积真大，而且主场的结构真复杂的乌子群爆发出 X1.8级的闪火，同时阁有明显的日变物质弹射。10月7号发生的时阵，对准地球的方向，气象署太空天气特报弹射出来带电粒子，暗算伫10月7的暗时到11左右到地球。伊个电子扰动会明显增强，而且持续影响差不多54点钟，相当规模可能短暂到强烈主播的顶级。强烈等级的地磁风暴，对于高纬度地区而言呢，他们的输电网络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还有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可能会受到很明显的干扰。不过对于我们台湾而言呢，这些太阳来的带电粒子，它其实并不会直接轰击到我们台湾的上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能会因为受到一些无线电通讯的干扰的缘故，使得呢我们的定位会短暂变得比较不准。台北市天文馆讲，在高纬度的地区有可能超载，也是跳电。卫星通讯受到干扰，极光出现的纬度嘛降低。台湾因为纬度较低，卫星通讯和电力是无受到直接的影响。会当看的是，最近几年上港的卫星，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拄好弄过太阳和地球看过去的方向。彗星穿越太阳前方的身影，那也同时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带电粒子杂讯朝向地球的方向轰击而来，使得画面看起来雪花点点，非常的多的这些杂讯，就是呢卫星受到太阳喷出的物质造成的明显的影响。台北市天文馆讲，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10月7到11经过太阳的头前了后，会一步一步离太阳愈远。12开始，共款有0.7到1.7左右的光度，会当伫日头落山了后西边的低空，看到这粒卫星伫天顶闪闪时。记者综合报道。飓风海伦才拄离开美国，即摆阁有一粒飓风密尔顿扫入去佛州，当地透风落雨，真侪所在拢做大水，约要挖300万人无电通用。密尔顿风台渐渐瓦近，不久谈拍市区的风雨真大，公路监视器和风瞬间海来海去。迈尔斯堡海堡的一间厝的游泳池因为海水倒桥来淹水，受到墨西哥湾海水温度升悬的影响，密尔顿的规模愈来愈大。无10点钟就对热带性风暴，一时间变做5级的风台。对国际太空站翕的密尔顿风台的暴风范围非常大，而且结构真坚固。密尔顿车到登陆佛州中西墨西哥湾的西艾斯特基，风速是3级的风台。国家风台中心预测密尔顿会向东北方探过佛罗里达半岛出海。虽然强度有继续减弱的趋势，不过密尔顿透强风落大雨，专家预估讲会带来地灾性的雨量。不州的州长也呼吁民众爱防灾。Stay put until the storm is past. If you are in Sarasota, Manatee, some of those areas where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going, it may be where things calm down for a minute. Just understand that means you're in the eye. It's going to go back and get really nasty very soon.
2礼拜前，海伦洪泰才侵袭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强度甲落山真古怪的密尔顿接力报道，州政府下令撤离200万人，并且部署防灾物资甲几6千名的救援人力，另外阁有5万名的电力维修人员来派兵。美国总统拜登也打电话予不州的州长，承诺讲会予因物资甲协助。也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Trump 散布海伦洪泰救灾的白贼话。President Trump has led this onslaught of lies. Assertions have been made that property is being confiscated. That's simply not true. They're saying people impacted by these storms will receive $750 in cash and no more. That is simply not true either. 过去1年半以来，墨西哥湾加入比海甲大西洋的海水温度已经近挖历史新高的纪录，致使洪泰的规模增大变强。密尔顿也被登陆进前，不州的迈尔斯堡在内的部分地区也先传出强烈的洪灾，也若予密尔顿受过古巴也因大水成灾。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几日是联合报、交通部预告修法规定，乌托邦外送平台的费率每一笔订单按照基本运价运送距离来生效。另外，也通增加等待费用、劳站费用，也是按时过年期间加收钱，上紧11月底发布。再来是自由时报，台湾明年开始超高龄社会。总统部搁在推动医间用算点钟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即马已经通过咨询会议，接下来会继续修改，估计10月底进前已告修法。另外是中国时报，警方涉案的江顶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正经互人判起硬件，伊向高院提起控告成功。台北地院初九暗时重新开机庭，法官认为朱阿虎也是有灭证串证的记录，昨也是裁定其禁见。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10月13礼拜登票，国民党立委昨也陪谢国良去市场救票。因若拆量行动的指控是出面指控网络有人咧乌白公布囡仔的个人资料。另外，也有团体发起回乡列车，呼吁少年选民爱登去家人等罢免同意票。我们10月13号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这个阿嬷甲贵人市长谢国良揽调的鼓励伊加油，因为谢国良的罢免案将会伫咧13投票。谢国良由几多位闹会陪同到贵人信义市场拜托。强调最近因为风台过境，市府全力伫咧救灾，伊也无用伫咧勘灾，暂停反罢免的行程。希望市民会当看到市府团队的用心，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基隆市府在这1年8个月是有很多成绩的，是有努力做事的，所以在这一次的投票，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基隆市府，支持国良，投出我们的不同意罢免票。反对网军，反对霸凌，不同意他们这种政治斗争，让基隆的市政好好做，让基隆人好好过生活。谢国良请市民支持，因若拆量志刚是伫民进党市员陪同下出面指控，斗相共拆量活动以来和网军攻击，即马就要投票啊！网军竟然还阁利用因囡仔个资，互伊无法度接受。他开始用我小孩的名字做假账号。然后在下面留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家长什么的，我就开始觉得非常恐慌。包括铁量团体也甲支持的团体发动返乡列车，强调有无出名的人士提供经费，要帮助伫咧外地工作求学的青年，13会当回来投票。用返乡列车的方式，然后让基隆青年可以。不用担心返乡的成本，然后可以搭我们的返乡列车，然后回基隆行使他们的公民罢免权。对铁人行动的动作，那也是全力动员反击，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将会再一遍到贵人扫街听谢国良，12暗将会举办造势暗会，包括主席朱立伦等人拢会到场支持。记者综合报道。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去年底就任以来实施经济改革，所引起大规模的抗议。最近因为米雷伊法国公立大学增加经费的法案，所以有几1000人上街头抗议，甲警察起冲突。
地部警察摕盾牌和示威的群众开始相殴，甚至摕番茄仔水去喷抗议的民众。急救人员较紧过去到处理。阿根廷总统米莱伊对2023年底上任以来，就少参讲要改变国家财政歹的情形，但伊提出规关缩按财政的政策，所互民众拢总生气啊！前日才发生几千个学生去街仔路抗议米莱伊削减免费大学教育的经费，再到各地街仔路爆发警民冲突，这是因为米莱伊佫动用好国权反对定期增加公立大学经费的法案。这项法案是为了要互教职员降加薪水，来减轻阿根廷年通膨率高达236%造成的影响。但是米莱伊的反对会造成大学的教职人员失去差不多40%的消费力。Están yendo por todo y lo peor es que lo sabíamos que iban a ir por todo. Están atacando la educación, están atacando la cultura, la salud pública, odian al pueblo, odian a la clase trabajadora, odian al pobre. Mucha angustia, realmente mucha angustia. 米莱伊讲，替教师来加薪水是无合理的。虽然米莱伊所属的政党伫国会是少数，但是因已经和保守派结盟，阻止总统的好国权防推翻的可能性。经过4点钟的投票了后，国会伫初九接受米莱伊的好国权。这是伫9月好国调起退休金了后，执政党佫一摆的胜利。初10国立大学工会联盟嘛发起罢工，要求教职员卖入去教室，甲抗争的力量加大。Y estamos pidiendo que los diputados nos escuchen, que rechacen el veto, que voten a favor de la Argentina. La educación es la base para que el país siga en crecimiento. 阿根廷的通膨率有3位数这么高，公立大学的经费无增加，等于实际上是一大半的预算红台掉。就连上好的学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拢因为资金无够，爱面对关起来的危机。米莱伊对经济缩限的政策和休克疗法，无够一档，就已经造成至少10万民众行起伫街仔路表达因的不满。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北韩宣布切断甲南韩小汤所有的铁路、公路。而且要伫边界加强军事设施，北韩讲安尼做是要反制南韩甲美国的军事演练。北韩官媒朝中社网站刊出军方这个强硬声明，表示初9开始完全切断甲南韩小这铁公路，佮伫边境加强防御工事，佮指控南韩伫边界地区真侪地点同一时间举行侵略战争演习，日头一直升级，加上一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现事态严重，决定采取更较强硬反制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事实上，南韩伫今年7月就发现，北韩已经连续几个月伫高度军事化边境沿线设地雷甲路障。在地主的是北韩进行伫初7到初8举行最高人民会议，接多人民劳工体做国防部长。会议当中透过授权改变人民的工作甲投票年会，也通过新的工业甲经济法律。不过相关报道无讲到是毋是删除宪法中有关两韩统一的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今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当中，也提出修宪主张，将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共产党和平统一这字句，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北韩罕期切断通向南韩铁公路，强化边防要塞，会进一步牵关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不过为避免意外发生，北韩发布新闻时阵派用电话通知美国军方。公司新闻曾回面评价。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谈话，拜登呼吁针对黎巴嫩的攻击，以及减少百姓的伤亡。美国总统拜登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9讲半点钟的电话，这是两人这2个月以来第一摆直接沟通，讨论以色列报复伊朗10月初1 200架飞弹攻击计划甲人道甲加沙紧急问题。拜登表示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不过应该尽量减少黎巴嫩百姓伤亡。北京发言人表示，电话内容真直接，而且有成果。国务院表示，美国无希望黎巴嫩的局势提悬。We cannot and must not see the situation in Lebanon turn into anything like the situation in Gaza. 不过，无偌久之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10月初1伊朗飞弹攻击行动已经失败，伊方的反击会付出惨重的代价。קטלנית, מדויקת ובעיקר מפתיעה. הם לא יבינו מה קרה ואיך קרה, הם יראו את התוצאות.
车口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几十粒火箭，造成2位百姓死亡，是黎巴嫩地面战爆发以来第一摆有以色列百姓死亡。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击以来，已经发动1100多摆空袭，造成黎巴嫩7400多人死亡，120万人有路无处，真侪多地家庭住在贝鲁特的学校避难。联合国警告面临灾难性人道危机。联合国黎巴嫩问题特别协调员普拉斯哈特车口呼吁交战双方回归顶个月，美国甲法国所提出21天停火相关谈判。联合国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特别代表警告，伊拉咧为战争甲气候变迁者，毋是因造成的问题，遭受暴力、性侵、腰击甲流浪艰苦。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今仔日国际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今仔日空袭黎巴嫩的首都，黎巴嫩卫生部统计已经有22个人死亡，117个人受伤。这是以色列顶个月加强作战以来市中心伤亡上严重的攻击。日本首相伊西巴西介鲁今仔日伫辽国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期间，参南韩总统尹锡悦会谈，讲会深化两国的关系，面对中国甲北韩的威胁。另外，东南亚各协集国也甲中国举办峰会，要求中国面对南海冲突爱尊重国际法。在上次大典，美国今仔日呼吁中国唔通以热情的演说做借口来军演。前 AIT 理事主席布雷特讲，演说的内容是温和，希望北京爱正面回应。昨婚礼发生2件公安意外，一个是资源回收厂的员工无细儿爬落去压缩机内底，当场死亡；另外一个是控股里工厂的员工，互车石砍掉的，加在人有救出来是平安。这案事拢下令停工，罚30万。警方由红色线即间伫婚林到6市论南道的资源回收场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早早透早9点外，46岁姓黄的女员工伫操作塑胶杆仔回收压缩包起来作业时，技术发现老仔型的疏散带进料口卡掉咧，伫排除障碍时无细力摔落，当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翻身看到讲看机器已经挤出来，我就讲我都规个拢软落去啦。内脏都外出，对啊，然后后来请那个老板把那个机器打开，然后让那把保险人推出的时候，发现那个一位女性民众，她已经明显死亡。死者家属赶来真歹接受，业者表示，姓黄的女员工跋落了后，听到怪声，随关机，不过已经未赴啊。婚姻管府表示，相关的停工甲裁罚，拢交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来判断，都清楚会协助后续这灾的伪造。是调查的结果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这边去负责停工及裁罚的处分。那我们县府也会做后续的有关职灾的一个卫助的一个事宜。同款也伫9日，万年路一间南马工厂也发生公安意外，像是这透早8点外，也因为疏散带卡了，43岁姓苏的外籍移工，KMB 卡开了后，疏散带又搁开始运作，咱就来刷图，该带入去10外公尺深的坑，敢若一粒头伫外口。相对派7车15个人去抢救，开强要2点钟才甲人救出来，加在伊身躯把安全锁啊，意识清楚，上医了后无代志。可能是潮湿啊，或者什么样卡住，它的一个外劳一个印尼的外劳，他就绑个带子，绑安全带，下去拿圆锹去敲，你在下面一敲的话，那上面就崩了嘛。职业安全卫生网处罚30万，并停工。治安署调查讲，2个公安意外拢因为疏散带卡了所致死的，无按照规定先停机才去处理，作业明显违反职安法，当场是下令停工，并且分别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台中一台公车弄死大学生，市府是宣布要公车大执法。顶礼拜警方伫1天以来，就是抓到台中客运中红顶下过上黄线，连续2件违规。台里图书馆头前的中兴路口青红灯已经转红，不过台中客运132路公车煞无要停，直接驶过。伫后壁的雾峰分局警察随甲处理。咱有红灯，那就红灯嘞。同一天，尾仔仔伫都城路台中客运131路公车下过双黄线驶倒向同款红处理。
企业交通305路公车顶个月弄到2个查某大学生，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引起争议。台中市府动发业者120万，搁收回300路公车营运路权3个月。尾下交通局甲公车业者伫路口联合稽查夜牌啊提醒驾驶停让，也宣布无限期公车大执法。毋过公车违规也是常常发生。台中客运业者强调会甲驾驶记大过处分，加强教育训练。大过吧，就请站长再跟他，就给他看一下影片，再跟他教育一下这样子。就跟他讲路口的危险性这样子。员警均第一时间上前拦停违规公车，并分别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第1项及第45条第1项第3款，对公车司机取缔开罚。2件违规拢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罚600到5000。交通局表示会要求业者好好管理，若直直防抓到违规，会照契约规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双十大典特别邀请金门国领头战役的3位英雄领唱国歌，各陆军步工两队头一届伫双十舞台表演。5级大雁队形通过会场。5架响应国教机用大间队形唱场，飞过总统府顶悬，也表示国庆典礼开始。队形变化真流利，配合真有力的学声，也有机队刚柔的操唱动作，在伊路中展现青春活力，得到大家娱乐。展现精彩操唱技术，配合旋律，国防部联合各队甲三军机队，透过无同款队形，也有走会，互视觉效果更加丰富。爱这个字是英文字母 LOVE 来组位。LOV 走会无限爱台湾，陆军机步333旅步工两队是国军当中真有历史代表性的队伍之一。今年第一摆伫国庆舞台出来，也是继10年的公开表演，需要超过20个官兵协力来人。进入国庆大会阶段，国歌响起 CH-47庆祝克直升机吊挂大白国旗，也有2架 UH-60M 乌鹰直升机飞过总统府头前的广场。国歌领唱由5领头战役3位参战国军代表，加多得到世界合唱大赛金牌，尼泊恩合唱团斗阵唱。国庆礼赞时候，下面是将军声乐团、台湾舞团来演出。首先进场的是箭头队形。主题表演部分，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以台湾情调光辉再现做主题，操演变形队形。陆军歌后登记队是40人队形展开国旗，因领指控技术巴黎奥运帕运等选手，这英雄车队进场接受民众喝彩。目光看向正上方。最后表现是由空军的护守组编做7支5角队形，拖红蓝白3色美丽彩线，为这摆国庆大会做一个完美的结束。记者综合报道。双十大典精彩表演，今年阁邀请视障人声乐团唱经典歌曲，阁有请越南、印尼等等地区来的新住民结合多元文化跳舞演出。另外，花莲原住民化团体透过传统歌舞，希望让大家看到花莲并无互地动拍败。伫双十典礼的国庆礼赞，视障合唱团虾米视障人声乐团以阿卡贝拉唱出经典台语歌《向前行》，佮由20多个新住民组成的台湾舞团，穿越南传统服装，跳结合越南、台湾风格的舞蹈。台湾跟东南亚的文化伫双十典礼结合做伙。中文或是台语，有的人会听不懂，那我们会慢慢地从里面的沟通，然后再来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舞蹈出身。所以就是说，在练习的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吃力。不管是台湾人，还是新住民，其实只要你是爱台湾这个土地人，咱拢是台湾人。
新台湾人，所以阮一个口号就是叫做团结新住民，台湾向前驶。前关注民族传统服装唱歌调，来自花莲的文化团体以嘉年古花莲客风做主题，展现点花莲生活的那个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也希望伫4月初3大地档风灾顶顶在前了后，透过表演，民众通重新想起当部的水。透过我们的歌声，透过我们的舞蹈，透过我们整个乐舞文化的呈现，可以唤起大家对花莲土地的记忆。原住民、新住民侪族群拢伫台湾这片土地生活，像是典礼以各族群传统文化为基地，结合创新元素，透过伫国家舞台表演，展现台湾族群多样甲包容。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这届的双溪内底有邀请奥运、帕运甲消防队的运动选手参加英雄大游行。不过有帕运选手就讲，政府专门为奥运选手办一场游行，帕运选手说无有淡薄可惜。接着，巴黎帕运车队即将进场。总统赖清德甲伊的夫人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4个人摕着荣耀时刻的面巾，大热热花头喜面来向台湾的帕运英雄致敬。除了有台顶的官员，街路顶面的民众，透早就来到双十典礼周边替帕运英雄加油。今天是中华民国生日嘛，然后我就想来参加，然后顺便来看一下帕运选手他们得奖嘛，给他们一点光荣感。各自的舞台上呢，都能够很努力的展现自己的自信，跟他们长期训练的成果。伫国家生日这天，包括奥运、帕运的选手拢来参加主题游行，现场的气氛是真热烈。不过，就帕运的选手表示，政府有专门替奥运选手办一场奥运英雄大游行。不过，帕运选手说无，只是甲国庆大会合作伙伴，是有淡薄可惜。伊认为运动平权应该爱对政府来做起。我们追求就是当然是公平公正，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比照办理。那希望下一届2028年洛杉矶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帕运英雄街头游行。对此，教育部表示，考虑到帕运选手坐车收据无方便，加上国庆大会一定有安排帕运英雄参与游行，才无特别来举办。不过，政府部门对运动平权是真骨力咧推动，未来嘛继续提供平权平等的运动环境，对待所有的运动选手。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像是这出事的红鞋啊，数量会成做规年生育率的指标。有富山科讲，今年像是这鞋啊，有可能比旧年搁较济。不过，根据内政部的统计，今年2年1月到9月出事的红鞋啊，有97000多人，并无比旧年加较济。太太顺利自然产，又因翁婿亲身登台。双十国庆这天，半暝啊3点08分，林先生甲林太太欢喜迎接因的第三胎。这个红鞋啊，唔那是双十国庆出世的，嘛是爸母期待真久的祖囝。因为前面2胎都是儿子，对，然后想要生女儿，然后这一胎是女儿，然后就很开心。没有想过他会就是在双十国庆出生，对，就是蛮开心的。家己囡仔嘛想要爱一个查某囝，两个人计划生产真顺利，这嘛互接生的医师台北市联医的副总院长林丹立感觉真欢喜。而且双十节这天，台北市联医妇幼病院也有3个产妇等咧台产。今年我们的联医的国庆宝宝至少比去年是持平，那也有可能会比去年还多。林丹立指出，今年双十国庆出世的红鞋啊，可能会比旧年较济，应该是甲福利政策有牵连。也若是以内政部上新的统计数字来看，今年1月到9月出世的红鞋啊，计共是有97733人，不过是头一回无出现2年的效应。目前在产检的有非常的多都是透过这个人工协助生殖，就是做试管婴儿的，预产期大概都，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大概都是在11、12月，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度悲观了哈。看起来就是在年底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小波的这个婴儿潮。照简化造成大型病院双十国庆出世的红鞋啊，干得剩个位数已经真四常。林丹立认为讲，若是要鼓励无想要生囝的人生头一胎，不如去鼓励已经生过、加生几个啊，用增加福利的方式来提升生育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动物园嘛去互3度2风台霜长，树啊倒去缀着栏杆甲电网，损失上千万。动物园休困整修，伫双十节总算开放。
上午9点外开园，无到1点钟，已经真侪游客来动物园，还有人专工为台南来。想说1天的时间，然后刚好看到它开园，就是没有来过，让他就是带他们来看一下，就不错啊。除了外面树倒那个真的没办法处理，不然我觉得大致上都不错啊。风台扫过，寿山动物园真侪树倒去，东线受到阻碍，嘛有栏杆、电网等设备互讲歹去，损失超过1000万，加载400多只动物，风台期间拢伫人仔内，无着惊。设施的部分，可能像是我们的鹦鹉园遭受我们那个树枝整个压毁的顶网的部分，那算是比较大的部分。动物园表示已经恢复9成，但是鹦鹉园受创真严重，要年后才会当完成。虽然是迄困力，高雄市区的公园岛树游园继续咧清理。其中，伫咧台铁三地厝站边仔即丛老鹰树，互风吹倒去，一度破断，无法度挖落来。地方人士抢命要抢救，市府决定搁再努力。经过专家指导来修整着树基，10号上午嘛整理着树下，准备要敲好食。希望说陈其迈市长，跟着康裕成议长，他能够仿照这一棵老树的扶正的做法，给资源、给机具，尽速的去抢救这些树。护树团体指出，真侪风灾受损的老树土球真完整，建议会当比较即届的抢救行动。嘛，因为即厝全市2500丛树倒去，造成停电、车损、厝损，嘛，互市议会要求要检讨路树管理制度，市府嘛答应会赶紧找专家讨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台中海埔拜二发现4只木龟头海翁靠山，其中有2只状况较好，送去家人照顾，顺利放出去大海。不过，伫苗栗的通宵，又搁发现1只木龟头海翁靠山，但是救无回来。海巡斗3天甲木龟头海翁送转去大海，台中就是拿沙埔找被救援成功的2只靠山的木龟头海翁，互送到家人8斗仔的海之星鲸豚救伤站收容。伫团队的照顾之下，经过1天休困、车闸透早，团队甲因扛出水池，搬上运送车。过程当中，直直压水，保持湿度，以迄阵送去家人厝东北方的海口，成功压放。快速的可以从这个渔港旁边船直接从这边载运出去，好，就不用再舟车劳顿送到某个渔港去。进到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非常令人感动。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救援团队，还有市府跟海巡弟兄大家一个协助。这个木龟头海翁一开始互认做是游蛾，经过兽医判定，确定拢是木龟头海翁。专家强调，木龟头海翁的头长个圆，身体是圆尖仔流线型，成年的会当到2.7公尺遐长，分布伫热带、亚热带的开放性海口。台湾花莲台东海口有当地会当看到以群体活动为主。不是看过很多的人，应该没有办法区分这2个物种。再次的确认，比如说头的形状、胸鳍的形状以及牙齿的数量，好让我们确定它就是一个挂头鲸的搁浅。收容木龟头海翁的海之星鲸豚救伤站，会当收容中部以北华东地区的靠山的活体鲸豚、海龟。鲸豚协会成员志刚佮官方做伙斗3天，运作5年以来，守护真侪受伤的海洋动物。鲸豚它在岸上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浮力。好，它完全是身体是压迫的状况，我们不会让鲸豚离水的时间太久，所以如果可以，我们会尽快的运送，减短运送的时间，让它尽快的进入水池。这个救援也是今年度头一届木龟头海翁的收容案件，也若提早透早通宵海水浴场，也通报1只活体木龟头海翁靠山，虽然在海巡处理之下成功救到，要搁送去鲸豚救伤站，不过这只木龟头海翁因为受伤真重，最后是无法度救回来。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全台湾上快的南北地，不过根据农业部的研究，以为1950年到达台湾西海岸有50%倍的南北地消失。中华野鸟学会表示，这可能会影响岛礁甲沿海养殖产业。生态丰富的南北地，毋但是岛礁重要的生态地，也有吸收二氧化碳、保护海岸的功能。但是根据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调查，台湾西海岸的南北地，这100多年来因为人为开发，消失将近58%面积。沿海的填海造陆啊，养殖渔业区或者是农作区，所以说它开始就是泥滩地就被填起来，然后变成农田或者是渔塭。所以它面积就一路开始下降。1980跟90这段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又开始有提到工业区或者是沿海工业区跟上港渔港，所以
面积又在持续的下降。台湾西海岸的南地面积为1950年代的400多平方公里，到今只剩200多平方公里。目前全台湾南地面积保留上完整的所在，就伫咧中华汉堡、丰原加落水溪出海口的大城南地。这毋若是东亚岛礁正重要的休困站，嘛是沿海养殖业、饲鱼、饲鹅重要的营养分来源。水鸟啊啦吼，就是讲伫咧海边咧活动这种鸟，其实是代表咱人无可能24点钟去观察讲这身嘛有啥物成分嘛，但是伊伫咧这活动，就是甲咱讲这有足侪物件，互因通好食，就是因为有通好食，所以这生物会使转做咱生产的一个产品，就是我记咧讲的中华的蛤蟆、中华的蚵仔。我嘛希望讲，咱中华海岸因即马袂为着迄国家实际啦，就来要来写这个提案，要来处理，今年应该就会当送出去啊！莫甲破坏，紧的甲保护起来，互大家人来使用伊，因为这边是公菜嘛，大家当来使用。环保团体表示，南地是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一，生产力大、生态丰富，佮有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侪功能。即阵也当咧申请国家重要南地，希望会当透过湿地保育法保护这片台湾上大的南地生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顶礼拜3度2风台升长南部安平渔港岛北边的土花去互海涌刮去，韩国嘛去互沙土塌掉的，影响游客安全。来到渔港岛北边，本地才有一大片土花，不过因为3度2风台风影真大，甲土花拍甲放去，当然唔知影已经待偌久的废弃物甲石头啊，拢走出来，若无好看。对来这行大的民众来讲，嘛有安全疑虑。确实啊，因为这附近其实也蛮多民众在平常会来这边玩水，所以如果环境好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会更想来的意愿会更高。废弃物的话，如果当然有人清最好。北侧这里哈，你看那个大浪把这些土石啊都冲出来，一些废水不单是在美观上很不好看，而且这些建筑废弃物如果在水上的话，会有这些危险性。安平渔港岛这几年真做台南的热门景点，便若休困节啊，拢会出现大量游客，所以公部门嘛投入真侪资源，进前水利单位伫土壁下骹放石头有防护效果。不过这届海涌拍的地点拄好无放石头，而且佫连续经过2粒风台霜冻。港务公司表示，未来会以自然、未改变在地面貌的工法来改善。夏天会比较容易有一个侵蚀现象，然后冬天在秋冬的时候就会回忆现象。那我们再观察一下，也会以原来的一个地形地貌，以像它的沙滩的一个养护为优先的考量。另外，渔港岛嘛暗港会当甲雨水排落去海底，大概做风台大影都会甲沙呛入去暗港塌掉咧。这2届风台拢发生同款的状况。目前港务公司嘛发包予厂商来清理，解决问题，守护台南的观光景点。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为着要鼓励少年人支持台湾的电影，文化部宣布要扩大文化币方案，16岁到22岁青少年若去看国片，消费满200点就会送100点。像是做票价，透早都有民众来踅街看电影。这几年台湾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为着要让更较侪人行到戏院支持国片，文化部推出原本看国片，若是使用新年礼金350点，会送100点。为初10开始，文化部佮加码，只要使用200点看国片，就会使佮加送100点。因为我国片比较少看，通常都是朋友约我才会来看，不会特别为了优惠去就是有想到用文化币消费，就会消费掉这样。一寡少年人表示，因为文化币的运用方式真多元，会使买册、看展览、艺文表演、电影等等，所以会根据家己的兴趣去做选择。我花在展览上面，展览跟买书。特别想要用文化币看电影。因为文化币可以用的电影好像都是国产的比较多，还是会看有没有兴趣。为着要鼓励青少年参加艺文活动，文化部表示，113年度文化币自1月20开始发到单，领人数达到122万人，超过8成。另外，文化币伫国片的消费市场也超过6500万。所讲的是，因为有配合国片的推动，吸引超过8.5万人入去戏院看国片，使用超过2880万。
台湾这几年来国片的题材是愈来愈多元，亲像去年关系我甲鬼变做亲人迄件代志，甲民婚甲同婚议题多元的元素变甲较趣味，票房就真好。今年国片《鬼在之道》目前也摕到11项入围。另外，伫文化部网站顶悬，除了提供电影活动的资讯，也有设立国片专区，民众会使透过网站先看卖家己有兴趣的国片。等电影开始播的时，做伙行入戏院支持台湾国片。记者张家佳、曾俊佑台北报道。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是由韩国女性作家韩江得奖。韩江1970年出世，是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2016年时，伊就以小说作品《素食者》摕到国际万宝克文学奖，是亚洲头一个人。今年佫再摕到诺贝尔文学奖，那是韩国第2个摕到诺贝尔奖的人，也是欧洲头一个女性文学奖作家得奖人。黎明天一个18岁少年人，伊顺利爬完全世界14粒8000公尺以上的关山。18岁尼泊尔雪巴人人吉吹到四下邦马峰，成功登顶的迄一刻也创纪录。伊是前福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关山上少年人，改写另外一个雪巴人加布大卫伫2019年30岁达成的创举。伊讲，这摆攻顶，毋那是家己个人路程相关的成就，也是向每一位勇敢超越传统界线的雪巴人致敬。爬山毋那是努力付出，佫是雪巴人力量纯正甲热情的证明。做法进前也因为差一组夺下纪录，受到国际注意。This is a very big kind of advantage for the Sherpa community and even for me and for everyone. You know, like because before this you cannot imagine a teenager doing the 14 peaks. You know. 永靖福全球14个8000公尺以上关山无简单，目前有差不多50人成功。因爱用穿过空气当中，无法度长期维持人类生命的死亡躯壳。意大利登山家梅斯纳1986年完成，迄时阵用16年。即马干了这个月度20人已经完成13组，特别挑战成功，因自集伫西藏准备完成梦想。You're finishing Indo, so I want to finish it. If you can climb it in a fast way, why not to try it? It's another challenge. 这人有的是受高收视纪录片的刺激，有的是因为高科技的协助，更较有胆识。爬山技术、天气预报甲后勤资源的进步，拢互以前无法度达到的目标，成做更较简单。公司新闻恩文林评价。咱最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1度到28度。中部地区是1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1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度到28度，五岛地区是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